礼拜时间要到啊吼，请已经来到咱教会会友，先坐咧，咱安静咱的心来开始，准备来开始咱的今日的敬拜。各位平安，敬拜的时间已经到了。今日是救主诞生的日子，咱要由咱的林牧师夫妇来点到中间白色的蜡烛。这个蜡烛是代表主耶稣世界迄天已经来到咱的中间，也就是以马内利上帝甲咱同在。咱即时请牧师来点到白色的蜡烛。因为有一个囡仔为咱来出世，有一个囝守侍咱，伊要担当国政，伊的名称作奇妙的牧师、全能的上帝、永远伫第一辈、和平的人君。即时咱要由敬拜团首先带咱做伙用俄罗的歌来庆祝主的降生。大家我们也可以一同起立，或者是如果不方便的话，也可以坐着没关系。那我们用我们欢喜的心，还有期待的心，一起来敬拜，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
待他的到临，来跟他说：神啊，我们在这里，求你使用我们，来向他祷告，来向他祈求，期盼他带来。寻
大家游玩遐咧，咱要用信息头前第12页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恁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主编，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的新的界面，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听恁。恁若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你是我的学生。请坐。是请大家甲我同心压头来祈祷。阮的天父的爸，阮满心的感谢你。当世间人搁伫罪恶中无仰望的时，你将拯救的信息透过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为阮来到这个世上，踮伫阮的中间，带来天父上帝你丰富的恩典甲真理，互阮拢会当领受这个好的上水的礼物，而且伫阮罪恶得到洗清。互阮得到新的活命。阮的救主耶稣基督，你甘愿伫马祖里出世，处罗卜的身上，诚做人的模样。你甘愿进入阮普通老百姓的家，亲自甲家残的人做伙生活，来了解阮的苦楚。你愿意扶持阮、固守阮，互阮得到平安甲仰望。亲爱的主耶稣基督，阮感谢你，万米因为你的降生，忧伤变诚欢喜。善车的人得到鼓励来拍拼，单亲抚养儿女的人得到生存的勇气来突破困境。看病的人增加恢复健康的信心。失败的人因为你恢复斗志，站起来得胜。失业的人看见新的可能甲机会，人生受到转化，人生得到改变。这规个宇宙、世界，拢因为主耶稣你的降生，都一届充满仰望甲欢喜。阮伫天的爸，阮求你，互阮伫即个圣诞感恩的日子内面，会晓阁继续学习主基督的模样，互阮以后行动来关心。伫阮边仔遐个心内丧向的人，互因会当得到平安甲仰望，也互阮伫主耶稣基督即个厝、即个教会内面有相共的心志甲意向，阮彼此相听，热心来听主，而且时时刻刻铭记主耶稣的降生来到阮的心内。阮安尼恳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求，阿免。即时，咱要请圣歌队为咱唱圣诞的作曲，来学乐救主耶稣的降生。
林正夜，细细孤独的积火，照伫一个马槽真光明。伫遐真安静，正天使吟讲：哈利路亚！荣光上帝，荣光归伫至高上帝。
我想大家感觉即马心情拢相共，敢若头拄信歌队咧唱即条歌相共。今日主降生，伊带来毋是干若稳定尔，咱的罪恶、咱的永生的生活、平安甲福气，拢是因为对伊遐来。即时咱要来恭读上帝的话。今日咱要看即段圣经节是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第2章，咱要对第8节来看到14节。做着人，请恁注意来看，我来读。路加福音第2章的第8节安尼讲：迄所在有各羊个住伫山里，民是守见顾伊的羊群。主的天使徛伫伊的身边，主的阳光围围照伊。顾羊的大惊，天使甲伊讲：无得惊，因为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分。因为今日伫大逼的城，已经为着恁生一个拯救者，就是主基督。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泽里的，即个就是互恁做记号。忽然有侪侪天兵。伫遐，甲遐个天使，甲伫伊个学老上帝讲，伫极悬的位阳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即时咱要请蔡长老来讲道，伊今日所要分享的题目是救主降生，咱请蔡长老。来祈祷感谢主，愿伫即个时阵的所三个水做伙行至主你的降生。哈利路亚，感谢主，你来到即个世间，替阮赎罪，互阮得救。阮准备你搁再来的时阵，用着欢喜、满足的心情，甲你作为审判活人甲死人。感谢主，你的降生带阮希望，你的降生带阮悔改。你的降生，让互每一个人知，阮家己不足，阮搁再较努力，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圣诞恭喜！那准备继续讲一个圣诞恭喜。这吼一年一摆尔吼，一遍的圣诞吼，恁真正用心吼。你讲毋通拿要圣诞节着耶稣替咱受死，他着恭喜。若无耶稣替咱受死，今仔日你有法通洗你的罪。即摆是恭喜足欢喜的。你看咱昨有喜乐合唱团吼，迄目睭无看到，总是迄嘛是上帝所听，上帝所创造的。所有你的身躯、你的各种，拢是上帝所创造。你看因咧唱歌，足喜乐。我感觉咱咧抑阁油头苦面吼，逐个油头苦面，人今仔欢喜啊！咱讲吼，咱咧讲目睭无看到，比目睭有看到的吼，搁较好。咱看到今仔日这报纸有升啥物无？升婚礼。今仔日吼，是对夫妻吼，安尼婚礼安尼行入来，足温馨的。圣诞节就是温馨嘛，你要看咱赞美，大步去到顶端的人，未信者凭咱家己的会友，搁较侪人，感谢主。这就是真正传统义嘛，咱传统毋是要传咱家己内面的人。哦，我甲你讲，你信主，你都有信主啊，你都爱注意传统义嘛。那些传统义爱无信主的人，感谢主。咱要互每一个人都有当得救，这是咱责任嘛。圣诞节，互咱感觉讲真水的一个节日。咱到了圣诞节时阵，本来昨讲咱要出来报佳音，吼是足冷的吼。拄啊因来，拄啊对遮未信者报佳音，咱甘通报咱家己的会友，咱个会当报互未信者。主动是天使安怎报佳音？头拄咱读个圣经，甲咱安怎讲？伊报佳音报起来是无信主的呢，报起来是啥物人？供养的呢，下基层呢，啥物叫做供养？迄就是无为通大出去目口大，你话要赶死，我要赶死，拄啊供养，拢无人要参与。哦，天使来啊！我报你一个大欢喜好消息，无中途啊，去看，啥物是大欢喜好消息？圣诞节，咱已经点着中间主耶稣基督降生的那条。咱
礼拜一礼拜，咱来听候做降临的时阵，这遮尔的水，遮尔的好，遮尔的美丽，这值得咱每一个人搁再来深思，咱爱安怎装备？咱来悔改，咱毋通搁犯罪啊啦！主替咱写咱的罪了，主要所基督降生，搁再来，咱无搁犯罪，有罪认罪悔改，互咱的罪直接得到赦免。有时咱要得救啊！我只种希望讲，有一日咱到天堂的所在，讲看到讲，哎呦，你也来啊哦！又高顶了啊，平安哦！哦，我看到你足欢喜的哦，明珍姐哦，你来哦，足好的吼。当然吼，我爱看到阮太太啦吼。咱每一个人真正讲信到这时阵，咱教会咱每一个人得救。我咧感觉讲，咱每一个咱即个拜三，咱有迄个福音聚会，迄内面吼是美心只平咱内面的会搁较济，搁较济。伊甘愿到教会中间，叫咱三个做伙，听道理，听耶稣，听你。伊就好做一段心在伫烘焙班，也是咱咧卡拉 OK， 咱是一段时间加三个做伙，互因知讲咱教会对因是完全的听，不求回报哈，毋是讲为着要甲你收我收入叫我较大企业加来啊，互教会收入足济，互咱教会足好起来。咱知咱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前真真正正，咱来注重圣诞节啊，咱来应验啥应验旧约内面。伊那个都来等弥赛亚，咱毋通等啊！弥赛亚来啊啦，祝互咱平安。咱赞美主餐到最后，咱大家唱平安眠，有人唱华语，有人唱台语，总是拢报恁欢喜的好消息。咱去勇敢报勇啊！咱我规个时阵，敢若咱应验，规个甲咱讲啊，耶稣。伫旧约内面有敢若以赛亚书讲有一个在色女有个童贞女，在色女童贞女怀孕，会当可能？但你是讲有可能？上帝讲做一男一女，恁两个爱生拖济济，总没有童贞女。主要说基督当然是照人的腹肚所出世的，照玛利亚来怀孕，总是圣神怀孕啊。上帝本身怀孕，互伊成做人啊，为了呢。所有的记载，只有在色女出世伫以赛亚书就记载。咱今日所读的圣经是安怎？天使该报该头前的时阵，咱顶礼拜时天使甲玛利亚讲，讲你要怀孕呢？哎呦，我都要嫁人，哪有可能？你要怀孕，圣神要互你怀孕，你是真侪有福的，所以讲咱讲万福玛利亚。伊伫三百甲讲你是万福玛利亚，你是有福气的。专门我听足侪。阿妹玛利亚，叫你来水的，咱每一个人知，主要所基督降生是对，伫伯利恒呢。你看咱马太福音的时阵，伊讲是亚西的根基代表互的，你看42啊呢，当然42代我无好入，应该是还佫超过，咱是甲建出来42代有代表性，咱倒来14一代多3遍，耶稣就是代表的根基啊，代表互的亚西的根基啊。咱伫米迦书内面都有讲伫伯利恒，伊要降生耶稣啊！遮侪所在伫伯利恒，伯利恒降生，个伯利恒佫是因为因去到耶路撒冷因遐去做家家，所以家家就是造册啦要报户口。哇，去到迄个所在，找无旅馆啊，找无抓伫伯利恒啊，找买厝啊。旧约就甲咱讲啊啦，伊伫尾仔降生啊啦。旧约甲咱讲啥物呢？伊何西阿书甲咱讲啊，以后搁要对埃及啊。咱以色列人伫雅各时代，因为约束的关系，逐个带去到埃及，而且经过430冬伫遐做奴隶啊，人足济啦，伊要带出埃及。所以主要说基督出世的时阵，希律要杀死遐个大囝啦，讲。袂使有王出世啦，所以讲因走去对，嘛是走去遐翕，拢完全应验伫圣经，旧约圣经所讲的，耶稣降生的时阵，迄路要杀2岁人，所以讲伫先知以赛亚里面就甲咱讲，以色列的老母啊，恁要哀哭啊，是安怎？大家有台是当然哀哭啊，因
进入两边海口，出埃及的时阵，遐大囝天使拢抬起到迄个搬过节。耶稣出世的时阵，2岁以下囡仔、查甫囝，希律下令老总来抬死，为着耶稣去到埃及啊。所有咱咧看所有旧约拢应验伫新约，所以旧约甲新约其实是共一本册啦。66卷1600年所写拢共一款物件，共一项物件，你爱相信啦。主念伊要过来，主已经降生，今日降生。有人讲啊，都毋是今仔日啦，照日子算，今仔是太阳王的日子啊。今仔日，我感觉今仔是主降生啊，主逐日嘛降生，又是今仔日开始足有意义的，咱来纪念主降生啊。有大家拢感觉讲，哎呦，现在这足烦的哦，爱准备足侪物件，总是咧准备上心中欢喜啊。早晚就足侪美食家都爱食物件的时阵吼，佮食甲足有够的呢。好佳哉咱园长咯讲吼，佮加50分，好佳哉加去50分。啊无真正食你无啥够吼，人讲啊恁够有够当生。我原来吼，恁的爱都是切一半，哦，昨天切很多，昨天吼上欢喜的就有蔡依林小姐跟徐美柱小姐抽到奖无在场，还甲画3下，还甲放弃，哦就哦，心情好高兴。好，迄美食姐会当摕礼物，甲送上济礼物，互伊摕倒。伊甲蔡丽厝讲你今日去倒。阿妈，你今日去倒？我今日去教会，好，教会有食，阁有掠，好，阁有包物件，其实物件全无济啦。啊嘛是爱包对，啊，互人感觉讲哦，教会阁袂歹呢。当然，咱教毋是讲为着食得来，总是嘛讲教会迄个温暖呢。对无要求，无企图呢。咱毋是有当时吼，你也去恁庙餐，也是啥物禅师吼，伊绝对甲你讲，你若无拜我吼，以后你会落地狱，你安尼咯，你拄安怎？足侪教唆甲咱讲，你毋通离开即间教，你若离开即间教会吼，上帝甲你咒诅。天的公中教会啊，它有上帝咒诅的教，所有的教都是上帝教会。迄若无上帝伫咧，无耶稣存在，迄都毋是教会啊，迄叫做团体啊。那每一个人先帝有甲咱讲第二个打破阶级。世间互咱上艰苦，什么都是有阶级。世间互咱上艰苦，什么都是有政治。咱即阵上讨厌的台湾上讨厌叫做黑金。伫今仔日内面，逐个足讨厌我伫足侪政界内底足讨厌我，是毋是？蔡总理会打击黑金？莫啦，小可还一个民主的啦，莫安尼啦。伊交通部长时值政务处常务处拢甲弹劾，甲送惩戒法院。哎呦，这样咧动摇国本，嘛无影，台湾嘛是好好咧运作。毋对的代志，咱都要去处理啊，这叫做公义啊。有咱的怨恨你袂下啊，总是伫怨恨的中间，咱来知主耶稣基督要出世是安怎，要打破阶级呢？伊毋是想。摩西啊，佮讲河内面，佮叫去王宫做王子，耶稣出是啥物？目睭的鸡呢？啥叫做木匠？那即阵来讲，还佫算搞不好是叫做国家艺人。迄种木匠是阶级很低呢，迄等于无啥物程度，家庭足歹，伊出世伫，佮刷落，无去找着豪华旅馆，即摆5星级的、6星级的，若讲杜拜讲。7星级以外，讲只要阁去8星级的，过年你去住8星级的嘛吼？你敢无啊？你毋是讲迄个有去买乐透装买8星级？哦，咱咧愈办愈来愈好，总是耶稣是安那，是敢若想要困就好，有一个所在通困就好，佮无愈下呢，剩底通困，袂掉啦。主人甲讲啊，都无位。啊，天气遮寒，啊，你阁无位，啊无安尼啦。啊，隔壁吼一个买吊吼，啊，阁有一个空房间，安尼你去行遐买啊，小细一个，啊冷吼，啊，倒迄个稻草，稻草真正会收呢。阮咧做兵时阵吼，迄阵拢叫做迄个师对抗，啊，若出去到外口真正足冷的吼，啊，拢去迄阵还阁有咧做事，啊，拢去共迄个摕稻草，啊。棉尘泡泡咧，真正会烧呢。迄皮佫夹咧，还佫迄个稻草佫甲砍咧哦，好，安尼嘛是会烧呢。好，迄阵骊山咧足冷的，我拢伫遐咧试对看烧。那时候困袂厝呢，一个柴溪啊，顶悬铺啥物呢？
咱即阵人囡仔出世吼，毋是吼，咱幼年囡仔你也看看有咧困迄个稻草无？啊，慧文，恁孙仔敢有咧困稻草？啊，敢有摕稻草甲囥起咧？无啊，咱即摆拢有电毯呢，吼，佮被佮有够烧，困稻草呢，耶稣困伫稻草顶悬呢。伊来是咧泡泡家己，伊来毋是讲哦，住皇帝的厝，住皇家，伊来是住上卑微的所在。然后伊即世人做啥？敢有做木匠呢？做木匠呢？伊毋是受高深学问，像伽马列，保罗是伽马列学生，伽马列的学生，他是个哇非常有学问的人，以后会功成名就。没有嘞，当木匠，每天上工作，陪着父亲工作。赚取微薄的薪水，等他时间到，时间到30岁出来传道。不过这个人也没受过什么教育，什么都不懂，可以传道吗？本来他就上帝的圣灵就在他身上，何况犹太人有一个很好的传统，犹太人是所有的都是妈妈在教，把摩西五经、摩西的律法总共613条，他全部从小就会教给他们。所以他们对旧约的信仰是很牢固，他们对圣经很懂，耶稣更懂。为什么？旧约是在印证他嘛，所以旧约所写的他更清楚，所以他可以12岁可以到在那个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可以在大会堂里面跟那些祭司们辩论啊。为什么？告诉他们这个写的是什么，这个写的是什么，他非常清楚啊，就写他嘛。所以他不但打破阶级，而且最主要为什么而来？为贫穷低贱者而来。圣诞节最重要的意义，就是讲咱爱将咱的心放伫遐弱势者的身上。昨喜乐合唱团来这里演唱，你讲到这样代志，我咧想讲这样代志，我要来立案调查看卖，因为我普通查足大的案件，我来查一个足小的案件。过马路，我才发觉讲，咱台湾过马路对视障者是一大挑战。人家外国过马路，他会想出一些风鸣声还是什么声？哦，视障者咋讲会当过袂当过？啊，咱哦，哪里过马路七叉叉呢？那个过马路的权利，你讲啊，这个无几个，咱看起来5万几个尔，啊，那2300为摕这5万个，不值得，值不值得？值得。耶稣将99只羊放咧去找啥物？找一只羊啊！任何一个人都是耶稣的宝贝，任何一个人都是耶稣的喜欢。我们台湾2300万人，虽然有领长照的视障者只有56000人，可是最起码让他可以好安心过马路吧。以后你们看到大概电视会出来，我要特别针对过马路这件事情，叫政府好好去检讨。你说要动吗？那会不了多少钱呐、在你的那个红绿灯里面装个声响有那么困难吗？那个哪有多少钱？防疫预算8400亿都在花了，那个花的不到1亿。为什么？我们如果能够将我们的心放在弱势者的身上，按得表示讲，咱的心真正有耶主耶稣基督会听呢。主耶稣基督听，不是讲叫咱来听迄个好嘢人。听迄个事业家，听迄个大企业家，听迄个权贵，主要说基督伫马太福音25章底都甲咱讲安怎？你若坐在那个自为舍的身上，坐伫寄米谁顶管，就是坐在我身上，就是坐在耶稣身上。我们要的是这些自为者的身上，就像现在经常我们在做移工，那个逃跑的这些移工黑户宝宝，我们特别对黑户宝宝现在在立案调查。你说那个他们移工来台湾，那就这种乱生，我们还要养他们？那是上帝的宝贝。你说他是非法移工，他生下来就是上帝的宝贝，他也是上帝的宝贝，不要忘记。每个小孩都是上帝的宝贝。你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出生的是上帝的宝贝，你是美国籍是上帝的宝贝，但是不要忘记那些黑户移工的宝宝也是上帝的宝贝。我们也要为他争取权利耶。他没办法选择出生，因为上帝给每个人都一样的机会。但是我们既然是上帝所创造的，我们也应该为他创造一个能够受教育、能够生活、能够安适的环境。
我说我们怎么有心说我们就是一个民主国家呢？那就讲咱的国家是文明国家，可是如果文明国家，敢若好个人足好起来，一顿吼吃一餐就10-20万，哎呀，遐三恰人哦，1-2千块、1-200块都袂当吃，我们不是值得惭愧呢？我们这是要检讨。所以主耶稣来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为那些弱势者而来。这个叫做干性贤，以弱势者来，所以咱唔通袂记，咱的干性贤哦。伊有甲咱讲伊名，他到圣经，咱咧唱歌的时阵，佮特别有讲，咱太守有讲，圣经有甲咱讲怎？伊嘛称做奇妙无私啊！专能的上帝永远伫地背和平的人君，他说永奇妙的模式，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跟和平的君王。这基督甲咱讲的是奇妙无私啊！伫圣经内面，书书记特别咧讲伫。马拉阿的时阵，迄个时代有甲讲，这你是啥名？讲我的名就是奇妙，迄当然是书家讲的吼。我的名就是奇妙，这是一个奇妙无私啊，是全能的上帝。哎，迄不是全能神教会啊，全能神教会是盗用这些来讲啊，他是 Mighty God， 全能的上帝啊 ，King of King, Lord of Lord， 他是 Mighty God，Almighty God， 他是完全全能的上帝。就就是无所不能、无所不及。你讲啊，这个代志吼，遮细汉代志吼，毋知甲上帝求无？最大的事情到最小的事情，上帝都眷顾你。问题是你有没有祈求？你有没有用心去祈求？心呐、最重要，而不是那个形式上的蒙求看卖嘞。如果你有那种妄求，上帝不会应许耶。你说我为什么求都得不到？因为你是妄求。你的心里面你要跟真正的跟上帝讲，而且要有信心呢。就像秋雨一样，只有那个小女孩带雨伞呢，连牧师都没带雨伞，因为他想说，反正祷告不见得会下雨，只有小女孩说一定会下雨，就带着雨伞去。我们有信心呢。甚至就是我们只有你有信心的话，足够移山就可以移山。可是我们是没有信心的人呢。我们都有时候祷告说蒙基都看卖嘞，祷告看看，搞不好有救啊！如果没有救，我们再求别的。那上帝，你既然不信任上帝，上帝怎么会施恩惠给你呢？今天你跟你的爸爸讲说：“爸，我需要摩托车啊，我好不好啦？”你的爸爸会买给你吗？他会觉得你没有那么需要吧？他知道你需要摩托车，可是你就是那种态度，他也不会买给你呀。我们对上帝祈求真诚，要谦卑，在上帝的面前祈求，他在永在的父，因为伫内边，上帝生出来拢是上帝囝。我们现在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我们就可以称呼什么阿爸父神。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什么？我们是长子的身份。我们不是长子。圣经意思就讲，咱会当行耶稣基督小讲称兄道弟啊。为着这句话吼，全能神教会讲那个摩门教的那个约翰史密斯就讲说，他是耶稣的师弟，称兄道弟。那个是用人的观点来看的，我们可以称呼阿爸父神，但是他就是上帝嘛。耶稣就是上帝，我们虽然称为长子，他只是一个名分，我们自己的一个称谓。我们有荣幸可以称呼阿爸父神，这样我们可以比天使更高一点。但是相对的，我们要更加的谦虚。我们称呼阿爸父神，这是很骄傲的一句话。你像路边啊，一个囡仔向来走来，啊，你讲，今仔日咱人相对迄个瑞典得来，听讲拢讲语啦，大家听好不？听得懂了吼，国语也听得懂了吼，没问题吼。讲英语的话要找苏丹姐哦，我没办法哦，或者宝娟姐也可以。但相对的，我们每一个人在称呼阿爸父神是骄傲的。阿爸很奇怪，全世界称呼阿爸都称呼阿爸呢，就是那个字都一样。你一听到阿爸父神，上帝如果你在称呼阿爸父神，上帝上面听了就啊，就是我的宝贝。各位来。想一件事情，你有小孩，有小孩的人，有孙女的人，有孙子的人，
你会觉得想到他，你就会这样偷偷笑。你像你的囡仔，像你的孙仔，尤其像着孙仔时阵偷偷笑。就昨吼，咱昨咧聚餐啊，看到囡仔，小朋友来，就好高兴，偷偷笑。你觉得上帝不会偷偷笑吗？因为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小孩子呢。上帝看到我们都，好可爱，王文章，看起来就是好可爱哦。你看电吼，然后你讲看王文章，应该像谁中间表现，这样告诉你，偷偷笑，上帝喜欢的宝贝呢。我们不要妄自菲薄呢。那我就聪明兄，你有聪明兄讲，哦，我已经遮老啊，伫上帝面前你囡仔，看着你嘛微微啊笑，哎呦，心肝啊宝贝，啊，你也不要不理他。那个你要抱他，你就不理他，也不跟他祷告，也不理他，连做礼拜都不来。反正他就是阿爸父神，他就你应该对我好。你不承认他是你的阿爸父神，他怎么会承认你呢？你有没有透过主耶稣基督承认阿爸父神？上帝也不会承认你耶。所以他是和平的人君呢。你要提在报cáo讲啥？直极权的威严跟归于上帝，追求和平，归地所欢喜的人，在至高处。荣耀归于真神，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他所喜悦的，原则是他所喜悦的人呢。我胡作非为，反正上帝就会喜悦我。错了，上帝要的是他所喜悦的人是什么？信他、敬拜他、怜悯人、帮助人、谦卑的人。他就是和平的人跟人君，所以我们勇敢抱羊。我们勇敢抱羊呢？你看那些牧羊人呢，职位很卑微，可他听到啊，他赶快跑去看，哇！主的事跟他讲，他们就跑去看，看到以后，哎呦，真的有个婴儿哦，哎呦，那是上帝的婴儿，你看还有大卫的先天在上面，他们做一件什么事情？当初都不认识耶稣的人哦，都是希望弥赛亚来的人哦，赶快跑去哦！告诉你们这件事情，我告诉你们大欢喜的消息啊！那些牧羊人呐，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但是他们知道那是好消息，传扬给每个人。我们做得到吗？其实昨天我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感动。感动是什么事情？不是说我们做得多好，而是我们能够将福音传扬给每一个未信者。那些福音的种子种在他心田，你不要觉得说，哎呦，我跟他招20个来，来一个来信主，是拢无人来信主，我好挫折感哦。挫折感不是你耶，你只要负责把福音的种子种下去，上帝会让他萌芽，圣灵会感动他。你不要让他觉得你是有目的引领他到教会来，而是要让他知道说，因为你爱他，所以希望他在教会。我们要勇敢抱羊，像这些牧羊人一样，天就传开了啊！这么好的消息传开了，我们能不能把它传开呢？有人说为什么要报佳音？其实昨天应该去报佳音的，但是因为我们很多未信者，我们就在那边报佳音。就昨天有点冷了，我也怕大家太冷会不会有问题。其实报佳音很美呢。有时候有很多人跟我讲说，他们在房间听到那个唱那个平安夜的声音哦，两个夫妻本来在吵架就一听到平安的声音，两个人就突然不吵架，就静下来听，两个就会掉眼泪。我们真的要这样吗？平安夜、圣诞节。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幸福的，在上帝的面前，我们都是有福气的。有一个阿嬷，年纪很老，然后她的眼睛，她要看那个英文圣经哦，像我妈妈都看英文圣经。你知道什么叫英文圣经吗？罗马字的圣经，迄罗马字的圣经足大本的吼，大家拢讲奇怪，恁妈妈吼读到国民校3年尔，拢要看英语哦，阮老母拢看英语，各位读袂咯。当然念出来是台语就对吼，看罗马字圣经。一个阿嬷足爱看圣经，拢看罗马字圣经看到尾拢要用放大镜，
目睭愈来愈无，用放大镜你看看。那个囝孙啊讲：“阿妈，你这样不行啦，要去看医生啦。”说不必啊，我那么老了看什么医生？我就看看这个孙子，这些孙子孙女们一回家，很不高兴，说：“不，阿妈，你不能这样，你眼睛会瞎掉了。”就把他拖去到医院，医院一检查说他有干眼症。你们知道什么叫干眼症吗？泪液跑不出来，而且很严重啊。然后他说。问医生：“妈有没有救？”他说：“你的阿嬷如果没有好好点内液的话，半年眼睛就看不到了。”阿嬷讲：“唔通啦，那看无我都看无，我都袂当看圣经啊。”医生讲：“啊，有什么方法没有？”讲有啦，有一种方法哦，今晚发明一种内液，人工内液，但是爱1点钟点一遍。安怎点？到24点钟啊，1点钟当一遍，连续爱个点1礼拜安尼伊会舒缓。过来就会当只4点倒，暗时困就免点啊，甲扎一个乌布就好。连续1礼拜，哎呀，孙仔讲啊，阮是来看阿嬷尔，阿嬷伫养老院，阮拢离开啊，剩阿公尔，啥物甲点？医生讲安尼，我嘛无办法。你若无连续甲点1礼拜24点钟安尼连续甲点1礼拜，安尼嘛无法度，无你去轮流，讲我无法度。哎，1礼拜，过1礼拜。我哋阿嬷的目睭安尼，敢若无像想象中遐尼歹呀。伊讲你这个点这内衣啊，但是这个因为无正常的内衣啊，讲要有种耐心的，1点钟爱点1遍，1点钟爱点1遍。因是天主教，天主教你也知弄挂迄个圣母玛利亚的相片。1礼拜了后，伊都发觉讲，阿嬷目睭过去看医生，医生讲，阿恁是有咧甲点目睭药无？你看你目睭太愈来愈金呢。突然间，阿公全倒去，急进上北医。医生看我讲，阿公无面啦。你若讲甲1礼拜拢无困着，阿公无面。你讲伊安无面？伊坐起来，伊讲我想讲1点钟爱点1遍啦，你目睭。我著看到咱边仔迄个圣母玛利亚，迄个目睭足水的。我像阿妈你目睭嘛足水的，阮太太目睭嘛足水的有水无？恁这人少有讲，讲较大声咧啊！阿妈目睭遮水，我足毋甘的。我阁惊讲我困了，困去我拢阁转脑筋，1点钟验1遍，验我著起来甲点目药。验我著起来甲点目药，我点到第2日实在是足忝的啊！都拢毋敢讲，第2日点我著点了后，我著毋知人著困去啊！讲这个故事的时阵，医生听伊遐囝儿孙仔拢感觉足见笑的。还有即个阿公的时阵，拄啊听着目口拄啊人咧报佳音，有迄个写出来，平安眠。安静，真恬静。上帝赐安眠，上帝赐我们平安。他说，真的是一个最好的礼物。亲爱的朋友们，你有没有将最好的礼物？上帝将最好的礼物，主耶稣给我们，我们要好好把握这个最美好的礼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么美丽的一件礼物，我们要珍惜，我们要珍惜每时每一刻，我们要纪念你为我们而出生，你为我们被钉十字架。我们要将这一份恩典充满在我们的心，我们将这份恩典传扬在全世界每一个角落。求主你怜悯，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这是咱要继续来学了，咱要由咱主席学的学生来圣诞节要来唱圣诞的歌词来赞美主耶稣基督。主学的小朋友们可以进场。
传科爱好。
兄弟有好听不？我们再给他们热烈的鼓掌，好不好？这是咱要来上站。伫上站的大新，我想大家拢知，今日是圣诞节。主耶稣基督为着咱来降生到世上，咱所世上人所伫这圣诞节内面，咱所得到上水的礼物是啥物？小等咱要做伙来听一条歌。这条歌，咱小等下会当做伙来唱这条歌。但是在唱之前，我希望大家来听这条歌。咱伫这圣诞节主降生来世上以后，咱得到上水的礼物是啥？闪烁的光彩之中，我禁不住歌颂。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在这永恒的应许中，耶稣是最美的礼物。
首第二节，听听天使欢喜的声，咱过来大声唱出咱对主耶稣基督的感恩。咱要用平安眠、圣诞眠、圣诗48首。会使唱，有人唱台语的，就唱台语；有人唱华语的，咱就来唱华语，华语。啊，即时咱要来奉献，咱的圣歌队会使回到恁个座位。
起立来祝福的。这是咱要来公道。咱先请大家为着咱州部内面有比赛一个实际代志，小咱来公道。首先，咱要为着咱的身躯欠咱的兄弟，照顾咱的亲人来代祷，恳求上主同在扶持行过因艰难的时刻。过来，咱即礼拜也要特别为着咱的黄玉红、甲郭玉儿、阿公阿嬷、甲黄德恩，特别是黄德恩的太太，最近的话在美国那边骨髓移植后的话，治疗也为这事情来代祷。还有为我们美珍姐家吴美珍、罗红佑、卢俊元、罗俊颖的学业、身心灵健壮来代祷。我们此时请大家齐力来为这事情代祷。咱要吟上吟圣诗400首，各愿主仁爱，甲咱同在。上吟说，咱要请林牧师来为咱代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时时刻刻甲恁三甲伫地，互恁平安到永远。对即时起，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谢谢。这是我要来报告。今日时间有看较长，吼，所以说我重点来报告，吼，继续。咱首先吼，来咱即礼拜的金句吼，咱今日要念的金句是出自路加福音第2章的第14节。咱先大声大家对我用台语来念一解。就主即个圣经论点，请后礼拜的论点的人，大家就备万心。过来吼，咱消息报告，咱重点来报告吼，咱下晡2点到5点吼，在教会4楼举办有关音乐、谈甜点 DIY 跟影片启发的一个交换礼物的圣诞活动吼，请报名者准时参加。那我直接跳到第4点吼，就是下主日的话，就是2023年1月1号吼，举办礼拜中我们将举行各团契的会长跟团契跟会长就任典礼哈。那希望在这边有周报里面有写到这些新任的一些校长还有会长的话，能够在下礼拜来参加。然后主要今天重点的部分，麻烦跳为大家看一下第3点部分吼。今日咱伫礼拜中吼，要特别为着咱教会吼，我想大家拢感觉有知啦吼，因为伫咱教会来讲吼，愿意奉献特地的时间来为教会的事工做的人吼，实在真的是我们是要感谢他。所以咱今日吼，要请林牧师吼，林牧师的话为咱教会吼，在这1年当中哦，付出他们的心力吼，辛辛苦苦付出的人吼，我们来做一些教会有代表一些准备一些礼物来感谢他们。那首先的话，我们要针对教会的这整年度在司琴的部分，陈慈错、子错姐，还有叶新颖、洪义文、严玉文、严玉芳，麻烦你们可不可以到我们前面来？我们牧师这边的话，这边的代表还有许贝如，指挥许贝如。那慈错姐哈，刚好今天好像政委确诊，所以说慈错姐还有那个我们的泽文弟兄都没有来，那麻烦牧师太。一心的话是不是麻烦他妹妹？有人来带领，还有慧茹。那接下来的话，我们要是我想大家看到哈，昨天我觉得我也是很感动哈。然后昨天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平安夜的一些活动哈，真的我说以前没有这种感觉。我们昨天的社区班的人，就是迷信假必然教会人瓜节，真的是这很感动的事情。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事情。那这事情的话，实际上也不是说白白得来的，我们真的要感谢我们社区班的这些老师哈，愿意付出他们的时间，然后让我们一些未信者或社区里面的人员能够愿意
透过社区的那活动来到教会，甚至能够到教会里面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这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事情。所以说，咱会为了社区班这老师吼，叶基安叶长老，还有那个陈慧华姐，还有那个郑慧文姐，还有李慧茹姐，还有林文玲姐也是确诊在家哈，所以说我们请陈国义陈长老哈来代表他领奖哈，实际上我说，严长老会私吞慧文姐哈，我觉得是开玩笑。实际上在这一年社区班里面哈，我们的严长老实际上也付出非常的心力哈。有时候他想做的东西，可能我们有时候口直心快会跟他吐槽，你哪来行？但是他从来不抱怨，还是继续做下去。我们是不是给我们严长老一个鼓掌？接下来还有一个东西，实际上我们教会从好几年前我们没有牧师了以后，那实际上有一个人，我想大家知道，我们的蔡崇义蔡长老，他在教会里面，他一直讲一句话，我觉得很心动，说中英教会可能是最好的教会，他愿意把他最后的心力放在中心教会。我们是不是请蔡长老？我这个不要挥手，我说你在后面，麻烦蔡长老我们到前面来，我们用最大的掌声来谢谢蔡长老在这段时间里面，然后带领整个中心教会。我想，我们刚才感谢的不是刚刚呢，哈，我想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都默默在做，包含我本来今天要讲感谢一下，就是我们那个郑泽文郑长老，不是郑泽文那个弟兄哈，你会发觉今天在播那个操作的时候，那 KK 哈，那个是我们从瑞典回来，我儿子在操作的，但是平时好像不会 KK， 因为你知道谁在操作吗？是我们郑泽文。泽文兄并不是教会的长子，但是他默默就是愿意做这种事情。我想教会有这种人很多，我们为自己在教会的施工，我们来为自己做一个鼓掌，好不好？鼓励自己。好，那我们今天的报告大概这样子。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订阅，然后我们结束。我们今天礼拜，我们请那个诗班为了我们唱祝福的歌。我
即时咱要起立做伙来，大力的所有来报平安。来，咱先做一个食饭前的感谢。